今集我哋繼續我哋嘅阿聯酋航空商務艙之旅，由杜拜去台北，體驗杜拜機場阿聯酋航空嗰個大到令人震驚嘅商務艙貴賓室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馳名中外阿聯酋航空 A380 旗艦客機上邊嘅機上酒吧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出發。好啦，我哋上班機喺都柏林飛到杜拜之後呢，我哋落咗機係要先過安檢嘅。雖然好多人，但係都好快手，10零20分鐘就搞掂啦。記得呢，飲品係會被沒收嘅。好啦，安檢完呢，我哋就去到機場啦。杜拜機場非常之大，而阿聯酋航空呢，幾乎霸晒其中最大嘅 Terminal 3第3客運大樓。阿聯酋航空亦都喺呢個 Terminal 開設咗7個貴賓室。不過去貴賓室之前，我哋嚟到杜拜，梗係要試一試正宗嘅杜拜朱古力啦。呢隻幾年喺全球紅到不得了嘅開心果夾心朱古力嘅元祖，其實係呢間 Fix Dessert Chocolatier。雖然成160蚊港紙一排，不過點都要試下啦。另外，我又用咗張龍騰卡喺 Be Relax Spa 嗰度做咗個15分鐘嘅肩頸按摩。坐完咁耐飛機，按一按真係好舒服。好啦，買完朱古力，我哋而家就身處喺 Terminal 3嘅 Gate B 範圍。咁樣不如我哋就去 Gate B 嘅 Emirates Lounge 啦。佢嘅位置大概喺 Gate B 嘅中間，有好清晰嘅指示。上咗扶手電梯，一邊係頭等貴賓室，另一邊就我哋今日要去嘅商務艙貴賓室啦。呢個絕對係我去過其中一個最大嘅貴賓室，大到要喺門口樹立地圖，話俾大家聽各種唔同嘅食物去邊度攞。一入到去，第一樣嘢見到嘅居然係好親切嘅 Costa Coffee。相信住喺英國嘅朋友一啲都唔陌生。呢度有各式唔同嘅麵包、曲奇同咖啡。不過嚟到，梗係留翻肚食啲好嘢啦。商務艙貴賓室嘅食品咧係以自助餐式提供，不過都分咗亞洲、中東、西式同地中海式幾個唔同嘅主題，亦都有專用嘅甜品區。不過坐咗咁耐長途機，不如沖個涼先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嚟到呢個 lounge 先啦。咁樣入到貴賓室第一樣嘢通宵機，不如就先沖個涼先。咁佢嘅 shower room 咧同好多中東嘅貴賓室一樣咧，就喺廁所裏頭嘅。咁但係佢廁所咧，佢其實係分開咗好多個唔同廁所，所以都有好多個唔同嘅 shower room 嘅位置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要一間一間去揾嘅。例如我頭先去第一間係爆咗，咁所以就要去第二間度揾。咁好彩咧，第二間廁所咧頭咧個 shower room 即刻有得用。shower room 個隔離頭就冇廁所嘅，所以先去咗洗手間，然後再嚟沖 shower。咁個 shower room 其實都幾細下啫，即係一個 shower 同埋張凳，擺咗桶。好啦，沖完涼，我哋繼續探索呢個貴賓室啦。呢個貴賓室咧橫跨成個 Terminal 3嘅 B Gate。呢一部分嘅 Terminal 3咧，下層係商鋪，上層就係呢個貴賓室啦。所以呢個貴賓室係長條形，橫跨半個 terminal。據報面積係超過1萬平方米，即係10萬尺，可以容納超過1300個乘客，真係好大規模。至於嘢食方面，我哋第一個嚟到嘅呢就係 International Cold Buffet 區域。除咗有好多款唔同嘅沙律、捲物、三文治之外呢，當然唔少得中東特有嘅各式豆泥啦。隔離嘅部分就係亞洲熱食，以東南亞同印度風味為主。例如有咖喱雞、喇沙雞，不過亦都有中式嘅伊麵同埋煮雜菜等等。再繼續行入去就係更多嘅休息區，有一組梳化椅，亦都有餐台等等，適合唔同嘅旅客。下一部分我哋就見到熱飲區，有咖啡機同埋各種茶包，仲有阿拉伯紅棗做成嘅 date 甜品餸。旁邊就係自助 bar area， 酒類嘅選擇非常之豐富，而烈酒嘅選擇更加係抌本啊！例如有芝華士18年或者 Woodland Reserve， 好少喺航空公司商務艙貴賓室見到呢個級數嘅酒。不過我最中意嘅都係呢個 Moet & Chandon Champagne Bar， 係阿聯酋航空連同 Moet & Chandon 喺2024年開設嘅設施，提供咗4款 Moet & Chandon 嘅香檳。包括呢支 Moet & Chandon Grand Vintage 2016，同埋經典嘅 Moet & Chandon Brut Imperial， 4款唔同嘅 Moet & Chandon 香檳齊聚，少有。
另外亦都有好多款嘅白酒、紅酒，甚至有呢支 Louis Latour Coteau Charlemagne Grand Cru， 市價係超過成1000蚊港紙嘅。不過既然呢度係 Moët & Chandon 主場，咁我都係享用翻杯 Moët & Chandon 嘅香檳啦。Cheers！ 而呢度有款伴酒小食就特別好，鴨肝醬膏好鮮甜，而呢個帶子刺身配上芒果就更加開胃，非常好食。繼續向前行，我哋去到貴賓室嘅另一邊，呢邊主要係梳化為主，俾旅客休息。不過依區雖然靜少少，依然有各種唔同嘅甜點啦、炸物啦等等，即係確到你去到邊都有嘢食。而呢度最好嘅當然係各款中東式甜品啦，特別地道嘅。而再向前行，呢度有另一個 dining area， 有好多餐台喺度。不過呢個 dining area 除咗有 pizza 等等之外，最主要提供嘅其實係甜品。呢度提供5-6款唔同種類嘅蛋糕、餅等等。外形都好精緻，有酒店餅房出品嘅感覺，亦細心地提供咗無麵質蛋糕。另外呢度亦都有雪糕，可以問職員去攞嘅。我就要咗呢個忌廉榛子朱古力撻，有好濃厚嘅朱古力味，做得真係唔錯。當然，如果你想食得簡單啲呢，亦都可以就咁食個三文治、細 pizza 或者係卷物，或者係去呢個健康食品區呢，攞啲比較健康嘅嘢食，例如係水果啊、乳酪啊等等。如果你有更多時間，你可以考慮喺度做個 SPA， 不過呢，就要另外俾錢啦。而價格亦都唔算平。另外，你亦都可以俾錢要求去做呢個擦鞋服務啊，非常之傳統。飲飽食醉之後，坐喺個貴賓室嘅安靜角落，欣賞喺個宏偉嘅建築真係唔錯。不過，亦都差唔多夠時間出發啦。記得呢個機場呢個面積非常之大。所以咧，我都要預早好多時間行過去登機閘口。如果唔係咧，我真係驚趕唔切。好啦，講翻阿聯酋商務艙貴賓室嘅使用資格啦。你乘坐阿聯酋航空嘅時候呢，白金卡同金卡會員呢，可以本人同埋一位同行乘客享用，而銀卡會員呢，就只可以本人享用啦。商務艙乘客咧，有啲票價咧係唔可以享用呢個貴賓室嘅，就需要另外加錢。如果你坐經濟艙或者豪華經濟艙，亦都可以加錢享用呢個貴賓室。咁詳情就留意翻阿聯酋航空嘅官網啦。而呢個貴賓室係24/7全年365日開放，適合所有航班嘅乘客，非常方便。今日我哋要坐嘅班機就喺 C 閘口。雖然 B 閘口同 C 閘口差一個英文字母，但係喺 B 閘行去 C 閘嘅大樓呢，都要行成20幾30分鐘，真係有啲趕啊！行到身水身汗啊！哇，好鬼遠！好啦，去到 C11號閘，我哋見到我班機嘅乘客呢，就已經排好隊準備上機啦。由於呢個係個 A380呢，所以人非常多。不過佢有優先登機，所以有商務艙或者係阿聯酋航空嘅飛行常客呢，就可以好快手咁樣登機啦。今日我哋要坐呢，就係阿聯酋航空嘅主幹旗艦客機 A380-800，編號 A6 EVA， 有8年嘅機齡。埋到去個櫃台前邊，優先登機就已經開始咗啦。講翻阿聯酋航空啦，大家都可能知道阿聯酋航空係世界上邊用得最多 A380 客機嘅航空公司。據資料顯示咧，佢哋有超過110架 A380 客機，只有阿聯酋航空呢種規模，先可以將 Hub and Spoke 呢種經營模式咧玩到淋漓盡致，用杜拜為中心，連接世界各地，
咁先可以支撐得到 A380呢個巨型客機嘅客運量。而杜拜機場咧，亦都係特別設計咗 A380嘅停機坪，所以呢一條通道係直駁 A380嘅上層嘅，並唔係每一個機場都擁有呢種設備嘅。亦都因為係咁樣，方便好多，唔需要行樓梯上上層，直接就可以去到上層嘅商務艙座位啦。講翻阿聯酋航空嘅 A380本身，佢有好多種唔同嘅佈局。呢一隻佈局咧係冇頭等艙同豪華經濟艙嘅佈局。全機有58個商務艙座位同557個經濟艙座位，加起嚟最高可以載615個乘客。而我個座位就係商務艙嘅20K。呢架機嘅經濟艙座位實在好多啊！上到機之後，居然係先見到經濟艙座位先，喺經濟艙座位後邊先至係商務艙。上層嘅經濟艙座位係以242佈局，而商務艙呢就係以121佈局嘅。窗邊同埋中間嘅座位有啲前後交錯，所以亦都唔會對正旁邊嘅乘客。呢啲座位同我哋飛入嚟杜拜嘅時候坐嘅777新嘅商務艙座位好相似，尺寸大概都係18.5寸闊同埋48寸嘅椅距。不過 A380嘅特色就係喺上層嘅窗邊有一排嘅櫃，每個座位俾人感覺就更加寬敞啦。而啲櫃咧亦都好深，可以擺到好多私人物品同行李，重要嘅銀包、證件等等咧放喺度咧，就更加安心啦。每個座椅亦都配備咗一個18寸嘅高清螢幕，呢方面就明顯細過嚟杜拜嘅時候777商務艙座位嘅23寸屏幕。不過屏幕下邊依然係一個 Ottoman， 座椅已經擺好枕頭被鋪，上面亦都有機內雜誌同埋安全指示卡。而 Ottoman 嘅下邊呢，就係一個細細嘅空間，可以額外俾你擺行李。而座位設備方面，佢又只有 USB-A 嘅舊式插口，成個設計同佈局。另外亦都有閱讀燈、遙控器，同埋當然少不了嗰個座位裏頭嘅 mini bar 啦。裏頭亦都已經擺好咗有氣同冇氣嘅礦泉水、玻璃杯同埋一啲小食嘅，方便你隨時取用。另外，佢依然有一部 tablet 可以俾你控制個娛樂系統或者座椅。另外，亦都有一排按鈕控制電動窗同埋座椅位置。另外，亦都有一排控制牌可以控制個座椅位置同埋個窗，但係咧就冇777嗰個咁密集啦。個 tablet 同樣都可以控制個座位嘅升降同放平嘅，呢樣就幾方便。當然，你都可以撳呢度啲掣啦。好啦，上咗機坐好啦，空姐就開始派發嗰個歡迎飲品。今日嘅歡迎飲品係一個好健康嘅紅菜頭汁，飲落去好 fresh。不過呢個時間就有意外發生啦，就係我唔小心倒瀉咗杯嘢飲，整到成個椅墊都係。結果咧，工程師上嚟咧，即刻快手咁就換咗佢，15分鐘內搞掂。阿聯酋航空呢個效率咧，真係絕對值得一讚啊！好啦，夠鐘起飛啦，都準時後退啊！我冇搞到架飛機 delay 啊！起飛咧，我哋就見到佢播嗰個安全影片。對比之下，個屏幕嘅大細同清晰度，同新嘅777商務艙咧就真係有啲距離啦。一面播放緊安全影片，飛機一邊亦都慢慢行去跑道。坐 A380 上層，我最中意嘅地方係個視野似乎係特別好嘅，因為高過普通嘅飛機，好似望得特別清楚咁樣。而入咗跑道，我哋仲見到有2架 A380 等緊起飛。杜拜真係可以話係 A380 嘅母港啊！而阿聯酋航空嘅 A380 咧，亦裝咗機尾鏡頭嘅，鏡頭就喺個尾翼嘅頂，你可以喺高處睇住架飛機喺跑道起飛，都幾好玩。好啦，喺夜色中同杜拜講拜拜啦。講翻呢班機啊，我哋喺杜拜出發，經過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孟加拉、緬甸、中國內地、香港，再到台灣。全程大概7個半鐘頭。好啦，起飛咗冇耐咧，空姐就派 Amenity Kits 啦。呢個係寶格麗 Amenity Kits 嚟嘅。阿聯酋航空就同寶格麗已經合作咗15年去做 Amenity Kits 噶。呢個係2024年嘅款，亦都係最近嘅一次更新。佢有分男裝同女裝版。呢款男裝版咧係走成熟低調路線，係一個栗子色嘅布袋，點綴咗米白色仿皮細節。寶格麗標誌就好低調咁擺喺袋入邊。入邊內容亦都好豐富。除咗有必備嘅眼罩、
耳塞、牙刷、牙膏等等之外呢，仲有梳同埋紙巾。而男士用嘅過夜包更加有剃鬚刀、剃鬚泡沫同埋止汗劑，已經比一般過夜包嘅內容咧就更加豐富㗎啦。不過同得寶格麗合作，呢個過夜包嘅重點梗係寶格麗嘅 product 啦，包括潤手霜啦、蘇後水啦、潤唇膏啦，同埋最珍貴嘅寶格麗男士香水。佢提供嘅香味係寶格麗 Manwood Essence， 主打係森林嘅清香，香味唔會太過刺鼻，令人好放鬆，亦都好舒服。總體嚟講，呢個過夜包質素好高，係我錯過航空公司裏頭其中一個最好嘅。好啦，食飯前呢，不如就先去一去佢洗手間嗰度咧參觀下先。洗手間入邊都係一貫用翻佢嘅木紋裝飾，維持住佢個奢華感。裏頭甚至擺咗一棵蘭花去點綴。洗手間櫃桶裏頭亦都擺咗額外嘅潤手霜同埋女性用品，特別方便乘客。過咗冇幾耐，就到食飯時間啦。阿聯酋航空係有派紙本 menu 嘅，但係同上班機唔同，因為今次飛台北，居然係有全部嘅中文翻譯，非常之貼心。當然，你亦都可以預先喺網站上邊睇到今次有咩食啦。第一班機係早餐服務，因為呢班機係凌晨喺杜拜起飛，所以相對起嚟就係台北嘅朝早啦。早餐咧係有3款主菜選擇嘅，分別係香草芝士煎蛋、法式多士同埋呢個蝦腸粉，而仲會配上麵包、糕點同埋新鮮水果。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佢亦都有乳酪嘅。嗱，呢個蝦腸粉咧，其實係一隻煎蝦，加上香菇、蘆筍等等配菜，再搭上我哋香港人講嗰啲類似豬腸粉嘅短腸粉嚟嘅。麵包就自己揀，我就揀咗牛角包同埋餐包。個牛角包都做得好似樣，好鬆軟。當然唔少得要食翻啲新鮮生果啦，有菠蘿、芒果、蜜瓜、士多啤梨、藍莓等等，都幾豐富。嗱，講翻呢個主菜嘅蝦腸粉啦，隻蝦好大隻，係虎蝦嚟嘅，咬落去好爽口，亦都有蝦嘅鮮味。嗱，不過豬腸粉呢啲嘢呢，喺飛機上邊食呢，都係麻麻地噶啦，粉咗啲，唔係幾好。我反而中意個生果喎，又甜又新鮮。食完早餐就要咗杯 breakfast tea。佢仲好貼心咁樣咧，就俾埋糖，同埋一塊蘇格蘭嘅 shortbread 俾你送 tea。食完早餐，個天都慢慢光起嚟啦。特別我哋向東飛，天就光得更加快。呢個時候就到我哋最期待嘅項目，就係參觀阿聯酋航空機上酒吧啦。以呢個 U 型吧台為核心，呢個係阿聯酋航空標誌性嘅設施。呢度提供咗多款嘅酒精類飲品，亦都有三文治、熱食、水果籃同埋甜點。例如今日就有可麗露啦、草莓泡芙啦、馬卡龍啦等等。而酒類方面咧，亦都好精彩，有各款唔同嘅香檳、紅酒、白酒，以至各種烈酒等等。亦都可以請服務員幫你喺12款雞尾酒之中調一款。當然，亦都有各款唔同嘅三文治。如果你肚餓嘅話咧，可以盡情享用。除此之外，呢個酒吧亦都有餐台同埋梳化，等3、5知己咧同行旅客都可以一齊享用呢個美酒佳肴嘅。個佈局咧完全係私人飛機嘅級數。酒吧後邊仲有一個好大嘅屏幕，顯示緊而家嘅飛行狀況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身處喺阿聯酋航空 A380商務艙同頭等艙一個最出名嘅設施嗰度，就係佢機尾嘅 lounge。
佢機尾呢個 lounge 係一個小小嘅吧台啦，咁就 serve 唔同嘅酒啦。咁亦都有兩排梳化同埋台俾你坐喺度同朋友傾偈或者飲嘢嘅。咁個環境同氣氛梗係非常之 cosy 啦。亦都其實佢亦都係花，你可以話係長頭，但係其實佢亦都花咗好大心機去做呢件事情。因為其實呢度若果估計佢係可以加3排，可以加2到3排嘅經濟艙座位嘅。咁其實即係佢係 cut 咗20到30個經濟艙座位，或者係8個商務艙座位去整呢個巴出嚟。咁其實都真係好土豪嘅設施。所以呢個環境真係一流，咁啊難怪阿聯酋航空呢樣嘢最多人中意啦。當然，空姐都好殷勤咁奉上嘢飲同嘢食。好啦，我翻到座位啦。嗱，我推薦大家呢，如果坐阿聯酋航空商務艙，可以試下佢各種唔同果汁。呢杯橙汁或者呢杯檸檬汁呢，飲起嚟都好新鮮，好好飲。好啦，食飽晒啦。不如就趁仲有4個幾鐘頭先降落，就瞓多陣先啦。雖然係舊款座位，但係平瞓咗之後呢，隔離嘅手柄呢就冇頂住喎。我覺得比777新款好啦。仲有2個半鐘頭降落就開燈點餐啦。開燈之後呢，就先上咗杯飲品先，甚至乎有 warm 嘅 nut， 做得好周到。好啦，唔經唔覺，太陽都已經出晒，變咗係中午時分啦。咁而家梗係食個午餐 service 啦。午餐前菜有3款，今次就唔食阿拉伯拼盤或者係沙律啦。今次要個烤牛油南瓜湯。嗱，呢個南瓜湯裏頭咧，仲有南瓜子嘅。最特別係佢好有儀式感，即係喺你面前倒落個碗嗰度，好似喺餐廳用膳咁樣。個南瓜味非常之濃郁，配埋南瓜子咧就啱啱好啦。咁當然佢哋都有麵包跟餐湯嘅。另外佢都有一個蔬菜沙律，比較健康少少。主菜我就要咗一個涼野咖喱蝦，配白飯同埋白菜。佢依東南亞咖喱係有椰汁味嘅，食落非常香口。最後到甜品時間，我就揀咗呢個朱古力胡桃蛋糕。佢嘅朱古力味好濃郁，另外佢個外表咧亦都好靚，就好似餅房咁樣。當然攞杯咖啡嚟送就更加好啦。最後仲有高級朱古力為依餐完美收官啊！好啦，食完飯打開窗，窗外咧就已經見到台灣島嘅西岸啦。我哋沿住台灣島嘅西岸，由高雄一直向北飛，好快就會去到桃園機場。個娛樂系統呢，我哋上一集呢就已經有詳細簡介。佢嘅內容同流暢程度同新嘅其實唔係差好遠，所以呢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請睇翻我上一集嘅影片啦。落機前我哋先睇一睇有乜最新嘅新聞先。至於機上 WiFi， 依家 A380咧就未裝 Starlink 嘅，所以呢，佢只係一個上網嘅舊系統，只有20 Mbps 嘅容量，速度都好慢。所以真係差好遠啦。好啦，準備降落台北桃園機場啦。趁呢個時候，不如我哋嚟個旅程總結啦。今次由都柏林經杜拜去台北嘅旅程呢，分別坐咗阿聯酋航空777嘅新商務艙同埋 A380嘅舊款商務艙，兩款都係可以全平躺，不過呢就有各有優劣啦。新商務艙呢，我就覺得兩邊扶手平瞓咗之後呢，就頂住咗我瞓覺，咁啊位置就唔係好夠。呢方面舊商務艙有優勢，而 A380機上酒吧更加有私人飛機嘅感覺，遠勝於平時一般嘅商務艙啦。不過新商務艙佢嘅屏幕、WiFi 等等呢，都真係一流，最好都係揀到已經 update 咗有新商務艙嘅 A380。再有埋 Starlink WiFi 就最好啦。不過遺憾個座位都係冇門，咁樣就略為遜色咗少少啦。至於服務方面，佢空中服務員嘅服務呢，兩班機態度都非常殷勤，好主動咁提供服務。真係唔知道阿聯酋航空點樣可以令到啲空中服務員好似好想返工、好想服務你咁樣。至於地面服務方面，
杜拜機場嘅貴賓室自然係大到令人震撼啦。所提供嘅服務都幾周到，嘢食選擇都算多，可以話係一流級數嘅商務艙體驗。總括而言，阿聯酋商務艙都真係一個5星級嘅商務艙服務，依然係國際上嘅一流選手。好啦，大家好啊！咁我哋而家就嚟到台北桃園機場。咁我哋今次由都柏林經杜拜嚟台北嘅阿聯酋航空商務艙之旅咧，就正式到呢度結束啦。咁多謝大家收睇我呢個片段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意見嘅話，亦都歡迎你喺 comment 嗰度留低俾我。下次見，拜拜。